本庙是新北市淡水区淡水镇中顺庙吼。咱中顺庙今年提出一个智慧型的神杯吼，目的是要即个少年家来跋杯的时阵吼，知影讲即个杯硬杯甲笑杯甲即个无杯的即个意义伫第倒吼。啊，所以才特别推出即个智慧型的神杯，就是讲，如果是你跋起来是 OK 一对杯吼，当然就是一杯啊，就是讲你问的代志是 OK。如果是 KK， 当然是无代表无杯吼。啊，如果是OO，就是笑杯，就是好OO吼笑杯。吼啊，希望讲安尼会当带动少年家对即个寺庙参与的兴趣。吼啊，咱即阵啊要来甲伊神杯吼启动啊，用安公主的即个印感吼来甲伊加持吼啊，即阵啊开始甲伊启动吼启动吼啊，安公主哦保庇吼，神杯门吼一笔一中吼啊，神杯门的吼信徒门的一笔一中吼啊，门的一笔一中吼啊。真哦，万哦。